to Valerie Toys。Hello， 我哋今日玩一個貼紙書。呢本書有好多芭蕾舞衫嘅，佢有唔同嘅芭蕾舞劇，每版都係唔同嘅顏色。後面仲有好多芭蕾舞裙貼紙。我而家撕落嚟先。第一頁，芭蕾舞演員 Bella 喜歡和她的芭蕾舞朋友們在不同的芭蕾舞劇中表演。我而家幫 Bella 着唔同嘅芭蕾舞裙，同埋裝飾每一頁。係演出天鵝湖。Bella 和她的朋友在表演天鵝湖。在天鵝湖裏， Bella 扮演小天鵝，而她的朋友扮演被邪惡魔咒變成天鵝的美麗公主。芭蕾舞劇火了。在晚上，火鳥飛進了國王迷人的花園裏，偷取了掛在魔法樹的金蘋果。一位英俊的王子找住了他，並拒絕釋放他。他給王子一根羽毛，告訴他如果遇到麻煩的話，會幫助他。舞劇《胡桃夾子》。Cara 的教父在家庭的聖誕派對上送給他一個胡桃夾子。晚上，胡桃夾子突然變成了英俊的王子，他把 Cara 帶到梅糖獅子居住的糖果王國裏。
睡公主。Bella 在這個芭蕾舞劇扮演睡公主，她被邪惡精靈施了魔咒，在她16歲的生日被紡織機刺傷手指而陷入了沉睡。在精靈的幫助下，英俊的王子親吻了睡公主，使她能在睡夢中醒來。舞劇睡公主的婚禮，為慶祝睡公主和王子聖誕的婚禮上，嘉賓包括了青鳥和白貓公主等童話人物。芭蕾舞劇 Campanile， 每天早上，一位漂亮的女孩子都會坐在陽台上看書，鄉親們嘗試吸引她的注意，但這個女孩子都不理會他們，因為她其實是一個機械娃娃。芭蕾舞劇木偶的命運 Sophia 在芭蕾舞劇木偶的命運中扮演小木偶，表演木偶劇時，木偶們就會因為它的神奇長笛聲而活起來。芭蕾舞劇胡桃夾子雪花之舞，歡迎來到雪國，那裡的雪花芭蕾舞演員旋轉並跳躍，好像被冰風吹來吹去一樣。舞劇園的女兒木劇舞，當收成結束時，農場工人們都
都在跳舞慶祝，有些還穿着厚重的木屐呢。Bella 和其他舞動員扮成農場工人，他們表演維園5月處的活潑民間舞蹈。芭蕾舞劇《灰姑娘》。灰姑娘獨自一人在家裏，而她的父親和繼女參加一個皇室舞會。一個乞丐敲門要食物，灰姑娘給一些麵包，然後那個乞丐便離開了。突然，乞丐再次出現，她變成仙女，揮舞着魔杖，告訴灰姑娘也可以參加舞會。芭蕾舞劇《四季》。Bella 的朋友在四季芭蕾舞劇扮演春天和夏天的仙子，他們把灰姑娘又髒又破的衣服變成漂亮的禮服。謝幕，表演結束。當舞台布幕打開的時候，Bella走到舞台的前面，行屈膝之禮。觀眾大聲的歡呼和鼓掌。Thank you for watching. Bye bye.